泰国知名女星 Patney Papathentrakul 下称 Pat 由于靓丽的外表出演多部电视剧。然而 Pat 近日在节目中透露家中复杂的关系，叫了20年的哥哥是自己的生父，抚养他长大的母亲居然是奶奶，让他相当震惊，直到现在都难以接受。Pat 拥有巴基斯坦血统基因，不仅外表靓丽，身材也相当姣好，是泰国最受欢迎女明星之一。不过，她近日却在节目中自曝，自己20岁那年得知叫了20年的哥哥竟是生父，而抚养她长大的母亲原来是亲奶奶。然而，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，都源自于奶奶想要保护孙子并让 Pat 成长的心态。由于 Pat 一出生就被生母抛弃，生父另组家庭不愿抚养他，所以奶奶才编织出这些谎言，要他叫自己爷爷为妈妈、爸爸。尽管之后得知这项消息 ，Pat 无法接受。但他表示，奶奶是自己最亲的家人。虽然现在得到阿兹海默症，每个月需花费庞大的医疗费用，加上姐姐患有残疾，不能自理。不过他会扛下一家重担，把所有赚来的钱拿来照顾家人。实习编辑斜线陈柏良。